係嘛，啲咁嘅單位，首期6萬蚊就可以拎包入住，89方嘅豪裝3房，仲要係望翻一線嘅河景俾到你嘅，非常之開揚採光好好嘅。門口喺呢度嘅，入到嚟開放式廚房，呢邊預留埋冰箱位俾到你嘅，名廚嘅設計，客廳開間3.8米嘅，入邊3間房，睇下呢個設計風格啱唔啱你心水啦。入邊呢3房改2房嘅，大家可以睇下整體嘅一個空間，每間房佢都係可以望翻河景嘅。咁呢邊呢就第2間房啦，做咗個衣帽間啦，改造咗同埋書房嘅。呢邊呢都係可以望翻下邊一線嘅河景嘅，冇遮擋。呢邊就主人房啦，嗱呢邊就仲開揚，有埋個 L 字形飄窗位俾到你，平時喺度攤唞下，好舒服嘅。3邊落床位啦，擺個1.8米大床呢度嚇，15分鐘就可以到翻關口啦。樓下屋苑巴士個半鐘可以到翻太子嘅，實測嘅時間嚇，10分鐘到就可以到翻三毛會員超市買嘢食嘢，亦都方便嘅。有興趣廣告街坊朋友留言俾我。